今日用60秒直接同你點名日本4大派系嘅天花板名店，重口味大佬橫濱家系。去東京一定要朝聖元祖始祖吉川家，濃郁豬骨雞油湯底配粗辛麵，記得加爆大紫菜同菠菜。邪惡度爆燈，近年全網爆紅嘅雞白湯派，必是銀座溝，湯底成杯忌廉咁滑，滿滿骨膠原，女仔飲晒成碗湯都完全唔會覺得漏。極致鮮味嘅海鮮蜆湯系，一定要去新宿朝聖，金色不如歸。佢係傳奇嘅米芝蓮星級名店，主打用大量嘅蜆、魚介同黑松露熬製嘅清湯，鮮味層次多到想象唔到。日本超人氣文青感金桔水果系，代表有阿芙利拉麵加入新鮮嘅柚子汁，食完一碗都完全冇負擔。如果你係煙韌控中意食煎麵，東京車站排長龍嘅六厘舍，或者長年稱霸全日本第一嘅中華蕎麥富田拉麵，佢哋嘅特濃魚介豚骨湯配極粗麵先至係終極大魔王。記得即刻 book mark 呢條片，下次日本跟住食。